冇益下屬喎，結果咪俾人告發咯。6月就俾省紀委雙規，淫官搞300人妻，割陰毛做筆，幫 BB 仔剃頭做胎毛筆，相信好多父母都試過，但係剃陰毛嚟做筆咧，就聽到都打冷震啦。河南開封呢個淫官就有咁嘅癖好啦。據講佢唔止貪錢，仲特別中意淫人妻。300個下屬為咗巴結佢，竟然向佢進貢埋老婆。淫官完事之後，仲會用剃刀割對方嘅陰毛，逐份包好，寫埋名，再按顏色同粗幼分類，方便日後攞翻出嚟回味。終極心願就係用呢啲珍藏嚟做一支陰毛筆。不過淫官搞完人妻之後，並冇益下屬喎，結果咪俾人告發咯。6月就俾省紀委雙規。